有段拍攝自香港觀塘順天村嘅短片，引發全城熱話，甚至衝出國際。挪威電音巨星 Alan Walker 都親自回應，被網民戲稱年度最爆笑網絡事件。起因係一個住戶頂唔順鄰居嘅魔音滋擾，喺社交平台 upload 咗段片，無奈發文：師兄，唱歌唔係問題，但可唔可以閂窗？影片入面，男住戶喺屋企開窗望我高歌 Alan Walker 名曲，演繹風格獨特，不單止嚴重走音，仲將英文歌詞 I'm faded 唱成廣東話諧音 I'm fading，沉浸式咆哮令網民捧腹。網民紛紛留言笑佢。Alan Walker 竟然用佢官方賬號喺貼文下方留咗句幽默嘅 I'm here， 完美呼應歌詞 Where are you now， 仲加上笑喊表情。呢個神回覆被置頂，獲得超過10萬個讚，熱度甚至超越原貼。事件引發網民熱烈討論，有人笑稱香港樂壇衝出亞洲，唱到本尊都走出嚟。仲有自稱受滋擾嘅鄰居大吐苦水，話個男人成日唱到夜晚9點幾。呢個噪音投訴演變成國際級互動，為2025年嘅網絡世界畫下爆笑句號。